家收看今日嘅复习咧，今日大家咧分享吼，哇，一種整體吼，你啊讀理解現代社會地圖有當有安嘅問題。不過大家係咩要真是當去從事啲容易咧預防、容易咧治療吼，基本上咧講嘅是係生物症吼啊，繞腸道嘅強容係類似推動動時界線上風送順線上大家咧分享嘅分享。謝謝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真嘅哈，上一次醫生嚟到節目地圖同大家嚟紹嘅是失智症嘅問題哈。我說家家就邀請醫師回來跟大家來討論憂鬱症，好，講客家話吼，生活就是很憂慮的一種感覺。清不少啦，哈，清少哈。不過講到憂鬱症哈，說實在，我們好像一般會講係亞嘅文明病。做這樣講，好像蠻多人會有安嘅問題。有哦，平均差唔多13年就會3年咯。那按比例清高誒。當然咯。唔講係看先生，看笑面，一定沒有憂鬱症。忙啦，忙。很快樂。唔過講到鴉片，有青島嘅鄉親朋友就會講，那個憂鬱症。拜託呀！我們以前做田生有冇耕田人按辛苦有冇？一下嘅人講乜個壓力心態就有乜個憂鬱症，對不對？其實青島人可能沒有很了解乜個係憂鬱症，還有其實憂鬱然後憂鬱症係冇共用嘅，係啊，對不對？所以簡單講一下憂鬱然後憂鬱症有乜個冇共用嘅。哦，那講係憂鬱症是算一種病啦，一種疾病。那係講憂鬱是指的那個心情唔好，心情唔好。一般人全部有經驗講心情唔好，係嘛？但係某一天係憂鬱症。那係講線上老人診斷係憂鬱症嘅話，吼，這個症頭個心情唔好時間較長哦。會影響到佢生活，去上班嘅心情。又係講會嘗試會傷害自家，又係講傷害去傷害別人嘅。影響嘅層面較寬。將我哋了解之前有冇就痛嘛，先生大嘴部嘅時間就問嘅，我先生有憂鬱症，就按講。先生就回答我說：你有憂鬱，唔過你冇還冇有憂鬱症，所以其實有時間的長短，因為程度上的差別。對，憂鬱症太個躺也就會知道給心情唔好，給輕憂鬱，因為憂鬱就會有輕到某種嘅行為產生。輕起碼給有心情唔好嘅時間，要有2禮拜連續。持續2禮拜以上，那我會持續2禮拜憂鬱哦。有冇？黑公語讀到輕沮喪嘅事情時就有可能，所以鄉親朋友要就會乜個意思，就會大家要注意吼。對，所以憂鬱跟憂鬱症係冇用。不過我們可以請醫生來講電台的公開。其實憂鬱症不是大家想的是心理的問題，其實不是。不是。它跟我們的整個生理大腦，它其實是一種疾病。對。其實係一個大腦功能改變的疾病，所以佢會影響到時間挺長，冇辦法即刻好起來，大部分冇辦法即刻好起來，可以去治療。而沒有親口跟你們講，你乜個憂鬱症，你就上較可以就好呀，上按多做乜個？沒安樣嘅事情，結果你心情唔好係對頭腦來影響到嘅，咩佢即刻想唔開。當然憂鬱症嘅人已經想到較負面，較想唔開嘅係一天咧。除了你心情唔好持續2禮拜以上以外咧，較嚴重嘅憂鬱症咧，佢會對平常時有興趣嘅事情咧變到完全冇興趣，冇想去上班，冇想去撈朋友唱歌去聊，乜冇想。你喺2點輕重要嘅憂鬱症跟人會有嘅。當然哈，其實這邊醫生有幫我們整理一下哈，比如說大家一般來講，我們會發現嘅像憂鬱症嘅症頭係乜嘅？一開始第一點就像先生講嘅，他就心情看唔好，長時間嘅心情唔好，長時間嘅心情唔好，第二點就會先生講嘅，對生活上嘅事情冇乜嘅興趣。唔過食東西會影響，錯嗎？冇有，如果你食唔落，如果你會食痛到食唔啲飽，佢會用吃東西來發泄，因為睡眠嘛有問題，就難。睡唔落覺，又係講煩躁，半夜會想，又係講天盲講是想起來的，又係講思想方面會輕負面，想事情會輕慢，輕難決定事情，那個事情就是按樣左右為難，冇辦法下決定啦。還有一個很重要、清楚嘅，係咪會自我否定？會咯，會自責。
了了的是感觉到自家做唔好，啊，我做唔好，嘿，某个事情就错到自家，哦，会对不起当道人，哦，像按样自责心理都每下会想我家己自家会想我自杀啦，想我死，因为这是亲养宠的部分，太自责，太自责，因为公司采访吼，你谈朋友分享，要是讲你看电视，你看报章杂志，就有听到，唔係講唔係講老人家哦，就都有後生人都老人家就會覺得哦，給自殺有冇自殺哦，結果係因為佢長期有憂鬱症嘅問題。係啊。對，那大家就會知道講，哎呀，佢就心情唔好，佢就自殺。其實唔係按簡單，就像先生講誒，他其實是一個時間。對，他其實有一段的時間，還有，但是他自己冇辦法控制。係係，當時幾多人中年面前啊，佢看起來笑眯眯嘅，看唔出有憂鬱症，但是佢轉到屋企啊，佢像正經那個自我的面貌，跟憂鬱的樣態樣走出來，哎，所以一般同事間某一天看得出來，佢會偽裝啦，哦，會戴着面具嘅樣，哎，佢冇希望拍攝看到佢很憂鬱，就有時候會覺得說，哎，你是條可以好好冇買事情，哎，可能晚上就發生事情，就會按給問題哈。不過到底憂鬱症產生的原因，其實我們這邊也幫大家來整理一下哈。其實產生的原因有很多，我來分享一則就會，大家一般你就會講，因為佢壓力心態，係，你係一個原因，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對。不過每個人都有壓力啊，對不對？所以當然跟你的性格也有關係，對不對？好，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哦，譬如講屋企人、人嘅長輩、人嘅親戚有憂鬱症，也係久遠嘅相關的疾病的話，下一輩人的憂鬱症的機會更大哦。所以有一些遺傳的因素。有咁樣嘅傾向，也係頭先講啊，有壓力，譬如講乜嘅壓力呢？親人的生離死別，係嘛？父母親也係子女死脫嘅，哦，也係講最近有乜嘅經濟壓力，哦，本人倒會，也係講本人。騙錢，遇到詐騙集團，係啊，一下失去很多錢，哦，又係講當到離婚嘅事情，哦，你哋嘛係中態嘅事情，又係講自我分開，我去外國嘅讀書，哦，離開案件嘅，哦，係啊，啊過去嘅經驗咪有，影響非常大，譬如講細漢嘅時，屋企，哦，父母親有家暴，哦，咁樣事情，又係講佢自家種女性嘅朋友。佢會有本人性侵害，哦，你都點影響心態，真係往往係看當叫佢樣講出來。對，還有就是時常講嘅，像每個人嘅性格唔同樣，有啲人較樂觀，不過真嘅有些人就較悲觀，悲觀。有一些人就會知道佢求完美，對，佢看到事情嘅時候，佢較求完美，因為佢很要求完美嘅事情沒有達到，他就會覺得冇歡喜、不開心，所以佢冇信心，依賴性較強嘅人嘅個性。還有就是像生病啊，像慢性疾病。哦，跟住聽話啊，哦，癌症啊，慢性疾病已唔好，又係講身體有殘缺，哦，心理冇辦法調適，哦，啊，長期10幾萬年，哦，又係亂用嘅可能藥物，哦，安非他命嘅話，海洛因、馬卡波油，嗰時候也就會同大家來分享，就會講其實憂鬱症。簡單同鄉親朋友講一下，其實憂鬱症嘅症頭吼剛剛大家有看到，唔過當然係長期的壓力，然後很多的原因可能造成憂鬱症。唔過唔係大家想嘅案件啊，只是心理嘅講述啦，疾病聽聽，其實是一個影響到生理嘅問題。所以說大家還是要體諒哈，後面會更詳細同大家來分享。我給還是有好發族群，比如哪一類的人，較容易得到安樣嘅病，那講性別來講，嗬，什麼人佢會得到？為什麼？差唔多係男人的2倍。對，因為講嗬。一方面女性的角色扮演，哦，嘅多重角色，哦，一來呢叫做荷爾蒙嘅改變，像更年期、懷孕、產後，係嘛？咧當到產後憂鬱症、更年期憂鬱症，咧男人冇啊，哦，所以。女性受到的荷爾蒙嘅影響會太大。咁講像一般來講，像時常講嘅西美人係西蘭人嘅兩批吼，因為西美人嘅角色多元吼，啲華人嘅沙菲係按樣嘢。像如果說不是在華人社會，比如我不確定啊，比如說在其他的歐美國家，也一樣是這樣嗎？女性比較多。對，荷爾蒙嘅改變也是。
全世界全部不一样，但是呢，文化环境的差异是某一天哈，都有角色扮演。其实大家都会看到哈，这个忧郁症跟好发跟族群在大家有看到就会欣赏讲可是也跟之前讲的比较是一样，就是比如说你有长期压力，那当然你就会好发族群，它有低飞嘛，对不对？我也要特别提出什么你看懂？你看某社会支持是讲，譬如讲独居，係嘛？你看某朋友。有乜嘅事情全部放到心肝腔，唔晓講出來，唔曉尋求協助，一塊你咪較會得到憂鬱症。真嘅，所以平常時要多多交朋友，有乜嘅困難要尋求資源，對，又唔可以留家己講到氣架，變到壓垮啦。好，師長先生講嘅吼，其實社會症係一種嘅身體嘅病吼，大家其實要去從事啲，不過到底用呢類預防，但係要乜嘅治療嘅方式，到底用點做？長兄姊妹先聊下，等下就走嚟。歡迎走進繞牆道，呢個馮醫師呢個節目地圖啦，大家來討論一下。其實先生講10幾年就13年可能會得到嘅憂鬱症，差唔多係啊。當然憂鬱症當然有輕微的，有嚴重的，更嚴重嘅哈。不過像前面有講到呢一邊，大家會知道講，那我怎麼知道我都帶有憂鬱症冇？故說根本嘢咧帶來一種輕簡單的一種概略的，唔係講絕對哈。不過參考。故說像前朋友，喺講你第一天視儀前面看電視嘅時間，你就做得好，他就得自我檢測一下。好，這個是一個較簡單的量表哈。一開有6題，有6題。故說按用做得用嚟測試。第一題。講過去的一禮拜一個時間哈，大部分的時間有感覺到呢睡眠有困難冇？睡得好冇？對不對？睡得好不好？第2點呢會常常感覺緊張不安冇？第3點會常常感覺輕煩惱，輕容易生氣冇？第4點呢會感覺心情動冇快樂哎喲。第5點呢感覺會比唔上別人。比別人較唔別。第6點呢有自殺的想法啦。第6點呢做得來檢查，可能這個那完全冇是2分，輕微是1分，中等程度厲害非常厲害，分別係2分、3分、4分。跟分數呢6項嘅分數統計上來，那5分以下。就還好，100年，因為冇可能講你一生年乜嘅事情都冇一生年啲講我乜嘅都問題都冇，但係就輕快樂，冇乜嘅傷心嘅事情冇可能啦。誒，6分到10分之間呢，表示講有點壓力了。跟超過10分到15分呢，開始有憂鬱症嘅傾向。10分以上可能有一些憂鬱症嘅傾向。10分到15分，那15分以上呢，就非常有可能。以看欣賞咧，看欣賞，所以來進一步的了解，你係一參考啦。參考。不過有些朋友剛才有看到冇，嘅量表嘅參考，大家都嚟看一下。比如你睡得好冇？我睡嘅有一些模糊嘅，可能會有一些反差，可能係2分。係啊，從冇可能2分，因為你按久係每次都嘅心情冇賣好，有一些1分比如講啊，因為我每次都這個唔係挺好，跟別人都比不上，有一點點這種嘅感覺1分，假有就3分，那就真少，就50件，就他50件就3分，就我測按用嘅量表，基本6樣，就同先生講，我先生按久做細嘅時間有一些壓力，故說我家看一下，假有7分嘅分數，然後又加上超過5分呢，個先生就講唔是緊張，超過5分表示你按久有一些壓力。不過也係過去1個禮拜啦，唔可以講過去1個月，還有一個去年，佢也係一個較簡單嘅測試。其實這個也是提醒大家，有時候要自我觀察一下，對不對？不要說好像都沒有去自我觀察，有時候白天嘅時期就輕洋蔥嘅。不過到亞邊同大家的分享就會，其實憂鬱症是可以治療的。當然咯，跟用嚟治療。像是個較輕微憂鬱症，這個會好，但是呢，較嚴重嘅一定要治療。一般來講，醫院也係醫生提供嘅治療2方面。第1食藥嘅，第2呢心理治療。但係食藥嘅輕普遍，食藥嘅輕夾。
效果嘛亲好，70%以上的忧郁症患者食药嘅就会好。咁问一下哦，个食药会有乜嘅副作用？一般你就会问。放心，食药一定有副作用，但是呢，某一天懂严重，身上会留人线一扎，是的，下嘅藥嘅冇乜嘅副作用嘅藥嘅，安做好。唔過多鴉片吼，同大家來同本先生也請有意思嘅問題。有時候比如講你頭拿痛吼，你看先生，本先生看拿，而先生就拿藥嘅本人，就看下藥彈嘅副作用。頭拿痛嘅食藥嘅，唔過嘅副作用係頭拿痛，有冇啊？就是講頭拿痛食藥嘅副作用係頭拿痛，唔過也係。這個是題外話啦，不過中度鴉片憂鬱症其實還是有副作用，不過平常嘅劑量控制好就好了，對不對？所以呢，請看下精神科嘅專業醫生咧，佢會留人選親適合人用嘅藥嘅。個憂鬱症會看乜嘅科咯？當然會看精神科啊。精神科，又係講亞哈有一種像身心科。身心科，係共用嘅事情。共用嘅事情。共用嘅概念。故說係講大家知道想去看先生去討論一下，是可以去看精神科跟身心科可以做得嘅。然後還有心理治療，也是一種青春嘅方式。比如講做得什麼人際關係嘅治療啦、認知行為治療啊啲東西。唔過每係吼食藥嘅，一般來講食藥嘅，佢會唔會有一定的時間咧啊？時間叫係啊？哦，親和嘅問題。那第一擺得到了憂鬱症嘅人呢，先生建議一天20半年到9個月咧，躺起來係咪？很久，清久誒，係咪？但係都是1禮拜就好誒，冇1個月。啲藥嘅要發生治療嘅效果，清隔去2禮拜，正經會好可能1個月到2個月會看起來完全好，但是呢，正經嘅頭腦嘅改變呢，完全穩定下來，一天20半年到9個月咧。像前面有談到冇，先生講頭腦嘅改變，嗰種唔係心理嘅改變，係頭腦嘅改變。頭腦嘅改變，因為青島嘅你會知道講，我食1個月嘅，我哋也吃得好好啊，我心情也清好啊，我冇乜嘅問題啊，我睡眠也睡到都好啊，清好錯冇，為乜就我就冇去食嘅，其實做唔得。那嗰做停藥嘅話，嗬，差唔多3個月到6半年，有個復發，會復發，梗係真麻煩。哎，就真麻煩，同感冒冇共用，因為大家一看感冒嘅時節，知道，哎呦，我基本嘅流鼻水，基本頭腦痛也係發燒，我食藥係食2個，好誒，沒有，就唔是食藥嘅，唔過社會真冇共用，你吃得好好，唔過先生講你食幾件係好食，嗬，唔過講到鴉片嗬，有一千嚴重嘅問題，聽說同大家嚟分享，大家講嚟講去嗬。憂鬱症講嘅係乜概念？就是最後大家青陽蟲會自殺嘅問題，也有輕度嘅自殺嘅問題，其實係因為憂鬱症。不過大家又對安陽嘅自殺嘅問題會有一些迷思，對他有誤解，要好好來跟大家講一下。好，怪重要。比如講，大家會知道，你喺整體就會自殺，你嘴巴講講，是不是有這種迷思？係一般人會用想，其實一個人會想要自殺，佢係一種求助。求救嘅一個表現，佢真辛苦、真艱苦，佢感覺冇人了解佢，所以佢會用安樣嘅舉動，所以會本人當作講吸引人注意，其實佢背後嘅原因係佢想去求助，有個求救嘅訊號，有人去聽佢講話，來幫佢解決嘅問題。可是會不會太卡會知道講，有時候自殺係佢突然就發生了呢，沒有預警。一般來講冇安樣突發式嘅，佢會累積一段時間，佢有安樣嘅想法，經過有嘅計劃，大部分有安樣嘅過程，所以佢嘅自殺舉動，應該是係一個突發的，除非講2-3人吵架，一時衝動，也係講有實際嘅，嘅較冇理性，會安樣突發式，一般來講該少。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人會講佢自殺過後有冇？哎呀，救起來啊，以後就不會再試了。其實不一定。某一天，佢自殺了，還要幫佢救起來，那麼冇人去了解佢，冇人去個幫佢解決佢正經嘅問題，也係講會笑佢講唔看呢，你就是做一啲用嘅，呢度負面嘅事情加起來，還係會造成佢下一擺會想要自殺。不過有一張問題很想問醫生哈，就會講有時候會覺得說，其實你有一些自殺嘅念頭，所以在他面前不要談論安陽嘅問題，我們要避免，這樣是對的嗎？不對，不對，因為其實
我们反而要跟他，我们反而要了解，对不对？好了。不過一般人較唔曉老了談自殺的關的議題啦，所以可能會講了唔模，點都會較模糊嘅影響，一般來講，做欣賞人一天會悶，有憂鬱症嘅人一天會悶，會講，過去不是想過愛自殺呢件事情嘛，有人有想法，以後悶佢，唔可以有乜嘅行動計劃，有想到乜嘅冇，有啲人會跟人講燒炭。唔可以痛苦，跳樓冇跳死嘅腳斷手，粉碎性骨折，係冇死咗嘅，是唔會死，會死位咁，當到想法，叫每下佢冇一個計劃。我太講，如果講嚟講去，就係講你身邊嘅朋友有安樣嘅念頭，其實還是要觀察，要多注意。當然，唔好想講啊，沒關係啦，冇相關啦，希望佢就發生嘅，你係輕鬆嘅。希望你對你身邊嘅朋友也係冇下給你，真正有輕微也好，也係重度有安樣嘅憂鬱症嘅問題，大家就要多注意。有時候真的會沒發現。頭下講嘅乜嘅警訊，迄蛛絲馬跡，即講佢從來不搞，將交代後事。哦。亦係講從來不講，捱那屍體以後，你哋就按樣辦。誒，就平常時唔會講人樣話，你慢講人樣話，可能有到嘅問題。不過有時候談到記得個安樣話，有聽到嘅長輩說啊。冇安樣講，好就避開安樣嘅話題啊，我冇安講。畢竟嘅死亡嘅議題太強，唔敢去觸碰。其實也不一定要避開，迄個你真嘅安樣講，你反而最近要多觀察他，去討論一下，了解發生乜嘢問題。唔係佢一講啊，我冇愛談啊，冇講安樣嘅不吉利嘅事情，所以往往會忽略。從來呢個台灣嘅細才今後啦，當到講啊，佢喺講嘢生氣話，喪失人咩安樣？有時候不一定，還是要注意，對不對？好，兄弟朋友吼，你係到底大家講吼，大家對憂鬱症有很好多嘅認識，唔過還有當到地區，然後大家都歡迎同大家先聊下，等下就來。今日都歡迎做你繞牆度欣賞來了，大家都討論係社會症吼，節目健康度量下，大家可能對社會症有一些些嘅認識。其實今係是心理嘅問題，佢可能係因為佢嘅腦部吼嘅問題，心理影響到生理嘅問題。第二吼就大家其實叫當到冇用嘅鏡頭，大家還是要去觀察而去注意比如講好嚴重嘅磁塞嘅問題，其實大家要去重視它，不要去避免去談論對，唔過講鴉片真嘅那。到底該怎麼辦？那如果你發現自己口內有安樣嘅食物嘅鏡頭有人走，不過在這邊我要特別講一件事情，醫生是不是有很多人他不願意承認自己有憂鬱症？係咪？對不對？那怎麼辦？因為畢竟呢，憂鬱症還會把你當作係精神疾病。其實。精神會生病是從人呢身體會生病，像用盲腸炎、糖尿病、高血壓，所以人呢用一個疾病的概念去看呢件事情。對，心情一定會生病嘛，心情冇辦法調適，行唔出來，就會變憂鬱症。對，然後很重要嘅係你自己。你自己有沒有自我觀察？你自己嘅情緒很有沒？如果你真的覺得有安樣嘅需求，你真的要尋求協助，不要覺得說，就沒關係啊，那有可能會越來越嚴重。當然，其實點樣呢？社會大眾、社會媒體漸漸越來越開放，他會接受了憂鬱症，也認同有憂鬱症這件事情。對，所以唔可以講老人封閉。所以社會大眾嘅態度係輕鬆嘅。當然輕鬆嘅。即可能嘅以前嘅沙雕會知道，其實有憂鬱症，我係有冇？唔過一下其實唔係安樣嘅問題，真的要重視。唔過一邊同大家嘅分享，都帶憂鬱症患者要用做，比如講你自家係憂鬱症嘅患者，你要用嘅啦，面對你真的要做。比如講第一個，經常剛才有簡單提到的，不要很快就自己停藥。一聽到老先生配合，先生為老人做最好嘅治療計劃，提早停咗嘅會出問題，嘅治療會影響到以後會復發，冇治療完整會復發，不再來憂鬱症嘅人啊，畢竟佢嘅抗壓能力較冇，所以唔好過勞，充分休息啦，睡眠嘅充足，嘅食東西盡量較清淡啦，因為
重口味可能嘛会影响佢，按心情的表现，个责任感的时候呢，慢慢要调整，尤其个个性，如果求完美个呀，个款的个性个标准，略略调整。所以自己的心理的这个成长，心理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也是要慢慢的调整，对不对？平常时要多交到好朋友，你好朋友本人较多支持鼓励，冇老太多个可能会抱怨，会指责别人、批评别人，个都影响啊，个可能磁场会不然不舒服，要接近正面的，负面的尽量避免，对不对？运动嘛最重要，有乜嘅事情要请求支援，冇乜嘅事情都自家做，做唔来，承认自家做唔来，承认自家唔晓，又唔会讲感觉到乜嘅事情都做唔平。对，就不用一直很逞强的在那边扛着那个责任，对不对？那讲遇到乜嘅事情冇办法解决，咪係要接受佢。慢慢的调试，所以时间没办法解决事情，但是时间做得老安，不能时间都做调试。还有有一个清楚嘅问题，我问先生，大家讲到社会症其实忧郁症也唔係講就这么简单3言2語就可以講完。不過多啲片同大家問一張問題大家會忽略一件事情，其實露臉家也會有憂鬱症。會，對不對？變到較會。因為大家都會忽略掉。老人家有失落感，你看嘅社會地位冇咧，嘅子女離開佢咧，嘅健康越來越唔好，嘅記性越來越唔好，就佢個想到嘅身邊嘅人一屆告別式跟發生，係嘛？所以老人家憂鬱症。對，3年可能是憂鬱，按講是看強也係重。係啲，因為一般來講，我們也看到嘅青島嘅新聞，然後青島嘅訊息，然後都被知道講有很多的後生人，然後也看有些工作類別裡面，有些憂鬱症嘅比例特別高。睇下被知道講有青島嘅後生人，20歲嘅、30歲嘅，20歲憂鬱症嘅當然啦，青島後生人青島。是老得到後生人壓到死嘅，冇乜嘅自信，冇乜嘅未來，係嘛？真嘅講到重點係故事大家會知道講，哇呀，後生人嘅憂鬱症青島咁大家冇發現，其實老人家也有。當然，對，因為大家慢慢老人家個獨居，冇俾人發現，係嘛？係啊。故所以其實老人家嘅憂鬱症。就像先生講嘅，佢憂鬱症嘅整條都叫佢強用嘅，他一樣也有那樣的問題，他一樣有睡眠嘅問題，有情緒嘅問題，然後可能老人家會有身體嘅抱怨，佢愛子女的關心，佢會用身體的表現，嚟冇爽快，嚟艱苦，不過講到鴉片青草嘅事情，就會講，其實喺個冇下有老人家嘅，你就會注意其實以上是發生一個問題嘅事情，可能就會憂鬱症嘅問題。佢說老人家也是要去看醫生，因為是憂鬱症嘅藥嘅，強用嘅。是較少都是做得咧。是較少都是做得。老人家食得就較少。不過講到鴉片其實同先生嚟大家做一個研究你發現一件事情，家人很重要。當然啦。朋友很重要。當然。我們講到社會太重嘅太突青壯，比如你用嚟看憂鬱症患者嘅問題不過講到鴉片，那到底家人要用嚟照顧佢哋對不對？比如講我們要注意什麼嘅事情？這邊有8點同大家嚟分享。首先呢，家屬也係身邊的朋友，自己要去認識乜係憂鬱症，你將會了解憂鬱症人的想法，佢嘅行為嘅改變，係嘛？佢嘅情緒怎麼會咁樣波動？你了解以後呢，你就會較適當嘅照顧佢，也係做陪伴，因為發揮按你講嘅同理心，同理心呢是表現到呢你的陪伴，陪伴嘅憂鬱症患者，聽佢講話，較多時間俾發泄嘅。真嘅，還會發問。一下我有一個感覺就會講，比如你身邊嘅朋友有可能輕憂鬱，先不要講你係唔係有憂鬱症，就是說，你每次都講，我同你講，他就會說，我不要聽，就你想太多了，你為什麼要想那麼多？比如說，我同你講啊，根本你你就會上鐵道。講盲兩句話是本人杜撰來的。對，你就會上鐵道，對不對？這不可以，對不對？不可以。所以同理心是愛俾佢有足夠嘅時間，講佢想講嘅話。上次佢話講出嚟，佢牢騷講出嚟之後其實問題冇解決，佢自己的心肝嘅苦，
其他會講好了，講出來就好了。還有就會講，比如講，同你講啊，根本你真給親唔好，因為醜不應用，哎，然後啊，做唔到，對，這樣子會引發他更加傷心，所以我們要避開那話題。其實也不對，你就是要讓他說，哦，還有啲唔對是講，喜歡做他的老師，哦，佢講唔應該按樣，唔應該按樣，唔做唔得按樣，唔應該按樣，按樣嘛唔好，你講按樣唔做唔錯咧，批評嘛唔好，哦。過早批評啊、指導，全部唔好。對，不是他就會同理心呢。是這樣。他講佢想要你就皮，你就皮做佢想要做嘅事情啊，比如佢想要看天一樣就皮看天，佢想要啲不好就生發老嘅正常，因為憂鬱症嘅人全部會封閉、會退縮，所以鼓勵咧家人也係朋友，從他要去邀請咧憂鬱症嘅朋友還有家人，把生活安排得正常。哦，就可以看天一樣、唱歌誒、食飯誒，我不給。一直退縮，都去改世界地圖。對，這個真的很重要。故說講到鴉片吼，其實鴉片提供了8點哦，其實講來講去就會講你會有同理心。對，夠較尊重嘅成敗，比如像製造一個安全嘅環境，就會希望講，喺他應該要有的環境裡面，對不對？吼，要告訴他很有希望啊。鼓勵患者去長期配合線上嘅各個人的治療，對，所以配合治療很重要，對不對？就不要讓他也覺得說，哎呦，你有沒有憂鬱症？哎呦，你有沒有食藥？哎，哈。不過剛剛我們現場嘅問題，真嘅係在生活裡面非常感受到一個很強烈嘅感受。有輕度嘅你就被按用，你就像現場講嘅，變成老師，你同你講你心情不好，你有沒有心情不好？你做咩按凶啊？好，這個真的，對。那有時候我心情不好，我先會同我朋友講啊，你胸貼到，哎呦。哎，真嘅發現我沒有辦法得到抒發，所以而家憂鬱症患者愛聽人講話，一聽愛線，愛聽講話嘅，莫留下評論、下指導語，過度嘅指責全部唔好，不適合。對，哇，鄉親朋友，今日安樣個節啊，一點鐘個節目，大家都分享小物件，哈，希望大家強壯做得得到啊，當到個知識哈，所以非常個感謝你個欣賞呢度節目地圖，大家都分享哦，謝謝感謝彭醫師，有機會接來哦。好，冇問題。嘿，鄉親朋友聊下，請大家先聊下，你馬上等下聽你欣賞的做運動了。